早。院长，想要问一下，因为昨天大家都很关心，说是不是其实昨天吗？就是中执会这件事情，然后昨天新闻报很大嘛，是。那大家问说，是不是有想要澄清一下，说其实并没有杯葛中执会这件事情？没有，我哪有能力来杯葛中执会的会议？中执会39人，我平常就很少参与中执会各项的事务，所以我没有能力，而且也没有杯葛什么所谓的中执会的会议。是。外界都说你是要力挺自己的侄儿苏震清进入不分区的名单，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苏震清到底能不能进入不分区的名单我相信周荣泰主席他会有大智慧来处理。那老婆的参选的部分呢？因为我还是要重申我个人反对我太太的参选。那那个苏震清呢？如果他之后不入不分区的话，这个你要问苏震清谢谢。你觉得如果你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换位思考，你会高兴吗？我会找时间再跟他解释。你从宣布组长到现在，你都没有见到他，你什么时间才能去解释啊？有些事他们会去。你有跟他联系吗？有啊。你有说要去见他吗？有啊。那他说要见你吗？没有啊。这就是问题嘛。林国成退党会不会又被算在你头上啊？怎么办？他有跟你讲吗？不好意思，我在不好意思，要开眼，不好意思。你觉得一直指导你、帮助你的亲民党党主席，你也把他当成老师、政坛前辈，那他也在这个市议会让亲民党团持续的支持你。现在对亲民党、对宋楚瑜来说，是不是也叫做养虎遗患？没有，我们是延揽亲民党的人来当官嘛。然后呢，把亲民党的人可能预备拿去做民众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所以亲民党在议会就消失了，对不对？通通变身为台湾民众党，所以你就像这个吸星大法一样，把人家内功都吸到你身上去了。没有啦，没有那么严重了。很严重啊！亲民党在市议会已经消失了，走入历史了，还不严重吗？你觉得如果你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换位思考，你会高兴吗？我会找时间再跟他解释。你从宣布组长到现在，你都没有见到他，你什么时间才能去解释啊？有啦，有些事他们会去。你有跟他联系吗？有啊。你有说要去见他吗？有啊。那他说要见你吗？没有啊。这就是问题嘛！你是装傻。没有傻。你智商157的人想不出这个道理吗？人家就不见你嘛。那这个要时间解释了，这实在是我这个。所以他不听你的解释嘛。那不会啦，现在我看他很生气啊，尤其我看我们林国成先生在这边呢我也不好意思多说。我是看到这个亲民党的秘书长说林国成先生要加入民众党，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也欠亲民党一个礼数呢？这应该是你要去跟老宋、跟宋主席先讲嘛。我根本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林国成要加入台湾民众党？不是啊，他退党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看到简讯，我怎么以为是？所以这个责任不在你。不是啊，不是说责任不在。你们一定有给他某种承诺或暗示嘛，否则他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不但对不起民进党，你也对不起亲民党。这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政治人物，在政坛是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尊敬跟有朋友的。以后谁敢跟你打交道？这很冤枉啊，实在是，唉。